你會見到。係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叫做又係如果排個次序嘅時候，你可以當 ASTS 啊、IRDM 呢啲就最後，跟住就發射火箭前少少，發射火箭前少少就整火箭啊、整衛星啊。咁另一個再前少少咧，就會係訂一啲資訊啦。咁所以你大概有個 picture 就知道，我成條產業鏈原來係咁樣去嘅。咁如果而家炒到去邊度，你唔好話一個炒太空之後就乜都玩晒，咁就唔好啦。好啊，咁樣去咯。好，今日唔該晒 Alan，下個星期再傾。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。黃昏6點，新城財經台，一路理財，一路生活FM 102.4至106.3，一路理財，一路生活。Wealthy Life all the way。新城財經台6點鐘新聞財經。而家由李善文報道呢節詳盡新聞。由政府同貿發局合辦嘅亞洲金融論壇開幕，吸引嚟自全球超過3600個政商界領袖參加。行政長官李家超話，舊年駐